团总裁温彦良今仔日透早4点外过身，食到76岁，家属会照伊的意思后事简单办。受到太平洋高气压影响，拜一到拜四天气稍热，可能降到37度以上。拜五风面通过，天气才会较凉快。台南一个富林人提纸批回箱，这内底煞有枪甲枪支，警方监视发现这枪支是有经过改造，所以已经调电杆对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6中岛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先来看，即马台北营总已经证实，这轮泰集团的总裁温彦良伫今仔日透早4点外过身去，伊是食到76岁，家属是照伊的意思，这后事会简单办。那温彦良呢，对这接轮泰集团起做跨企业的事业版图，一直到做这社会公益等等，对这个社会贡献是真多。光头的造型是真侪人对轮泰集团的总裁温彦良上深的印象。台北营总26透早4点21分证实温彦良过身，亲人陪伴伫伊的身躯边，伊享受76岁。家属回应讲，会照温彦良在生意愿，简单办理后事，毋设灵堂，毋办公祭，也袂收花考、满联甲背包。来看过去，温彦良也捌伫真侪站重大事件徛伫第一线，亲像2014年顶新毒油的风暴，伊担任食安革新委员会的临时召集人。捐给政府有关的部门做食安的专用，不要再成立什么基金会了。总裁，你会觉得很委屈吗？接下这个职务，然后成为重视。我没有委屈。会觉得被消费吗？我也没有觉得被消费。温彦良1970年代对一个行歹路的少年仔浪子回头。予文书感化，转去读册。1989年继承家业，接管轮泰，成功甲传统的纺织业转型。伊做规半世人的生意，毋但伫2012年宣布捐出95%的财产，创办当中，搁伫国际科学研究的领域有发挥。2022年，搁正做营建业领域头一位得到奖的工研院院士。唐奖的意思呢，是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它的意义是这样子。那设定这4个奖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补诺贝尔奖项的不足。企业的团结真不离世，和各界真唔甘。南山人士发表声明，感念温彦良长期以来是对社会提偌济，就回报偌济信念。展现无咧轻分商业利益的态度。另外，温彦良捌捐21亿来起台北营总的医护宿舍。院长陈为民伫受访的电话当中是后更甜，无法度讲话，伊用文字回应来表示，温彦良是北营的大温情人，希望营总的后辈永远会记得伊的身影。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几天这天气是真烧热，袂少人呢拢会走去耍水。也毋过，伫咧屏东的舞台，昨下晡竟然传出一件渡水的意外。这是5位高中生因烧酒对高雄走去到屏东的舞台水墙来耍水，结果这当中一个17岁的少年囡仔，毋知影啥原因渡水，人救起来的时阵已经被喘气啊，落尾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消防人员因溪沟行入，有人派装备救索想要挖进渡水的地点。屏东县消防局25下晡接到报案，有游客伫舞台水墙渡水，随派人去抢救。迄当阵边仔的朋友也想要落去救人，也毋过因为体力无够，所以退转来岸边等待救援。共6车警消14名，于17点45分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点55分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911送医。5位高中生是国中同学，迄天烧酒出去佚佗，结果其中一个17岁少年人煞毋知啥原因渡水，救起来时已经是乌卡的状态，后手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来。5月初，屏东马家乡一礼拜来也传出2站水墙渡水的事故。5月12日，台北大稻埕码头有90多岁阿公跋落去水，文化大学学生落去救人，煞2个人拢渡水死亡。烂人耍水就要特别注意，水墙下底常常有暗流，佮加上山区水域地形复杂，就算表面看起来无啥，下骹也是有可能有危机。提醒民众青分的水域唔通去，才免发生悲剧。记者综合报道。好，提醒大家，这耍水一定要爱注意安全。另外来看这嘉义市呢，一个查某山友，昨是去到嘉义的笋寮步道爬山，那像嘛是因为这天气伤过热，所以胸坎窄全袂行。消防人员到位的时发现伊的血压有问题，所以甲派落去山，赶紧送去到病院。
消防人员登来了解民众身体的状况，发现民众身躯软烧烧，血压嘛无正常，赶紧进行心电图的检测救护。家己7月25日是10点左右的时阵，发现民众伫步道见现人袂爽快的意外，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来救援。跟受害民众接洽之后，确认他的生命真相。相关生命真相，他现场他的意识是清醒的，量测体温是36.8，然后他主诉有头晕及胸闷的情形，澳门有加验血糖及 EKG。20号发生意外时，家己车温度差不多32度，民众可能是因为上热，人才会袂爽快。气象署讲，这2天中南部也是会出现36到38度的高温，一寡民众就表示，日时出门要准备一寡物件，才会当减少热到的状况，而且天气上热，嘛影响到食物件的感觉。那出门的话，必备的就是帽子、太阳眼镜，还有可以的话防晒涂一下，不然的话真的是受不了。这2天的天气真的是有够热，已经感觉到夏天的温度来了。这2天都热到没有什么食欲，太热了。家己气象局嘛提醒，天气上热，但要进行户外运动，民众要评估家己身体的状况，适当补充水分，穿较过风的衫，身躯抹防晒乳以外，嘛尽量莫经日头上猛的时间出门，减少热伤害对身体带来的危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昨下晡的时呢，伫台南有一台回收车咧接近的时，有一个富人人是摕这纸批来回收，也毋过真内底竟然有枪甲枪支。这警方伫检视了后判断，应该是生存游戏的佚佗物，但倒是这枪支是有经过改装的，所以即马已经调电检去追查这个富人人。穿粉红的衬衫的富人人，双手抱一个纸箱，料想未到，竟然装一支枪和枪支。25下晡5点外，这个50岁的富人人，在北区和威路5段摕纸箱交予资源回收车，外头转来甲清过完，老实讲内底有装枪，队员半信半疑拍开看，有影内底有一支长枪甲2粒枪支。因为回收车时已经离开现场，队员各有安全问题，因随转去清洁队兼报警。惊着啊！哎呀，阮回收车就开走啊嘛。我来不及反应啊，4个弹夹、BB 弹、充气的那个瓦斯罐吗？应该是。那个手套呢？我当清洁队长13年，我第一次说，同仁在线上收到枪的这个情形呢。那第一个时候，是真，因为他做的真的很像。警方说，那是 BB 枪，我心里就稍微就安心一点的，不然觉得太恐怖了。第3分局甲监视小组接到通报，嘛赶去现场调查。经过监视人员检查，这支看起来那像是国军 T91的长枪，枪支的部分其实是塑胶做的，确定应该是算生存游戏咧用。不过，同一个纸箱内底放2粒枪支，表面拢无任何号码，因研判可能是枪支改造。目前已经依法律查扣，嘛会送去刑事警察局做鉴定。另有2颗疑似改造子弹，已依法查扣送验。并持续调阅监视器，追查交付纸盒户人的身份。这站纸箱内底装枪和枪支案，互清洁队心惊惊。警方目前正在调4颗练灯的电检，要查这个富人人的身份，来了解真正的来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在高雄是小煞发生2件医疗纠纷。其中一个呢是有一个74岁的查甫人，伊讲伊是不管这鼻瘤的诊所做的手术，去法院甲告，结果颠倒，互人家判败诉，伊是真唔甘愿，所以转走去诊所，甲人安尼牵鸡卵。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南马溪有人要去看中医，要来食这断骨的，也毋过说因为医师讲无法度保证讲一定会抽悬，所以转伫诊所甲人大细声，互警方甲伊插班。怎么了？警方2个暗时8点多来到高雄南马溪这间中医诊所，因为诊所报案讲，这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咧诊所嚷甲大细声，警方先甲查甫人请出来外口按打证词。查甫人讲，伊带查某囝来看诊，要摕中药食变悬的，不过医师说无法度保证药的效果，互伊愈讲愈生气。医生看伊讲袂顺车，只好报警处理。不要看真高，我们能够不能长高，我们自己知道。先生，我跟你讲，那不能这样子。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现在恐吓我什么？我没有恐吓你，先生。你现在如果继续情绪失控，我们要对你实施保护管束。男子疑似不满与诊所人员沟通不顺，在诊所内部咆哮，引起其他民众关注。员警到场时，杨男情绪激动，为维护其安全，暂予保护管束。
因为姓杨的查甫人无法度控制情绪，警方可能无效，落尾是先甲人带回派出所实施保护管束。另外，伫咧新京区一间泌尿科诊所，嘛因为医疗纠纷互牵鸡卵。警方表示，牵鸡卵的是74岁姓地查甫人，因为不满112年去诊所做手术效果无好，伊去法院提告要甲手术柜吐回来，落尾互判败诉。查甫人愈想愈气，22甲25这2天拢走去诊所牵鸡卵，落尾家己走去派出所自首，受害诊所嘛提出告诉。全案调查后，依强制、恐吓、公然侮辱等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若是民众行为有妨害医疗业务证件，也是恐吓医师人员，拢有可能犯着医疗法。呼吁民众有任何纠纷，拢爱好好沟通，用正常的管道去解决，唔通因为一时的冲动，落尾所爱见法院。记者柯家驻柯朝阳高雄场报道。经济消息来看，这台股呢是延续昨的气势，今仔日开盘是冲到44000点，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啊！也毋过在盘中呢煞盘真济，出现大震动。今仔日台股早盘是搁创新高，台积电甲台达电呢拢真强，也毋过后来是因为大家拢咧卖股票，所以压力一个大起来 ，AI 的概念股就随反乌大震动。虽然讲即马台股呢是咧三温暖，也毋过根据在观察，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来到4.95兆的美金，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印度，真做是全球第5大的股市。另外，再来看在开台公司的执行长黄玲芬来到台湾，伊昨暗接受访问的时阵，有讲到这个电力的议题。伊是来强调讲，若阵无能源，安尼经济无通好成长。台电呢是回应讲，这北树科迄搭即马已经规划温林变电所，等咧请台北市府来确认提供土地问题。那行政院长戴荣泰也有经济部长景明欣，因是拢表示讲，这台湾的电力是会当稳定来供应到2032年。Taiwan's manufacturing growth is so strong, and the demand for Taiwan's chips, computers, and also Taiwan needs to build AI data centers, and so Taiwan needs more energy. Thank you. Okay, without energy, there can be no economic growth. 回答执行长黄仁芬来台湾第3天，受访问时阵回应台湾能源议题，强调台湾制造能力真强大，毋过若是无能源，就无法度实现经济成长，也有算力需求真悬的时代。台湾的能源基础设施刚准备好势，更受到关注。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稳定供电的议题，因为北市科4科位啊已经有的变电所设备容量已经挖近要把定。台电表示，为了因应未来 AI 产业入来，已经规划起新的温林变电所来当长期的需求。目前已经有足侪摆协调会议，等来请台北市府确认土地提供的问题。如果温林变电所完工，会当提供18万千瓦。第期是用临时变电所来应对，不只个针对产业用电是毋是有够额，是毋是会当搁提升整体供电量呢？中央嘛挂保证用电无问题。今年大概就有4部的机组要并联，一部机组大概130万千瓦，大概就是一个核电厂的一号机。台电也一再的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这个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行政院长戴荣泰主动讲到核三厂停放的进度，目前已经进入核安会，针对台电送的自主安全检查，也佮有再运转计划，拢正咧进行实际的审核阶段。佮强调电力的问题，政府有多方面进行，也拿台湾对全世界产业拢有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行政院是来提出国民年金法修法的版本，规划会把这个国民年金保底金额调悬到5000块。主计长也讲，上紧呢7月1日就会实施啊。因为卫福部长赵忠良是回应讲，即马只要这个立法院这个会期有通过，安尼就当量早来完成预算年金给付。总统赖清德顶日去家己市的时阵讲，要互发到加来厝的人，逐个月通领5000块。第一时间，防这支条件无讲好清楚，敢是要发津贴的？若卫福部买回，
这是已经送去甲立法院要来审议的国民年金法的修法草案，要互满65岁会当领国民年金的人，一个月上少的钱，自即马4000过49块。起到5000块，就是一般大家的这个通念会认为说，那么家庭主妇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职业保险，好，那因为没有其他的职业保险呢，就会落入到我们的国民年金的保险对象。7月1号上路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是要市立法院的这个这个立法的进度了。赵忠良讲，目前政府总共有8大社会福利津贴，关系弱势6项津贴，要来起23%，会当用行政命令来处理。不止个老农年金提悬到1万，也个有国民年金基本数调悬到5000，这拢爱修法，修法了后才会使发。调也立委即有共识，有5万伫咧7月初1就会上路。因为台湾经济上的一个发展，我们有足够的一个财源，可以来对这些人更好的一个照顾的话，我相信这个都无可厚非啦。当然，它有涉及到一些条件，有一些门槛啊，在野党我们来预测，应该还不至于。他除了嘴巴骂一骂以外他甚至于还会再加码。唔若要调国民年金，赖总统进前嘛提出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一个人每个月新台票5000块，因为要因应小资女化的问题，国民党立委认为这配套不够，嘛建议爱提悬社会主体当中分育厝的比例。少年人唔敢生有2个原因嘛，第一，我惊饲袂起嘛；第二就是安那。我要买厝嘛，我即马一个配套是安那？你讲社会住宅内底分育宅要有20%啊？是，我伫台南市我是甲提高到40%啦。在野党提的时候叫做没钱、破坏财政纪律，叫做排挤长照健保。那总统提的时候就说有能力负担。国家的财政是在转好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有能力来支应。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把一大笔钱只放在一个项目，那并不能解决问题。你放再多再多的钱，不是也一样吗？没有，我们是把所有的钱放在所有整套的过程当中。安尼国民党团要提出0到15岁每一个月5000块的摇囝津贴的相关政策，所以这支政府即马敢是咧挂丢买的。啊，若是财源的部分，行政院进前强调，这个钱唔是一概付的，会有配套措施来减轻负担。根据了解，执政团队伫这礼拜就会提出完整的方案，希望政策会使伫咧明年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带上来关心的是，即马北半球呢当咧烧热，来看这欧洲即马是受到强烈高气压的影响，包括着英国甲法国在内有真侪国家呢，这5月天气拢是创下历史新高温度。其中，伫这伦敦呢是伫咧25的时阵降到33度半，这个数字呢是英国这100多冬来上介热的5月。因来伫咧亚洲的印度嘛是有这山羊啊呢，是因为袂堪得天气上热，全脱水去，落尾是互送去病院吊大冬。日头赤炎炎，民众伫咧游水池浸水，也是伫咧河林过船啊。原底应该是凉凉的5月天，英国煞真罕见，高温创纪录。25迄天，伦敦希斯罗机场测到摄氏33度半的高温，打破1922年以来摄氏32度8的纪录，变作是英國有史以來上熱的5月。面對高温，真濟遊客敢來當直直灌水，也是食冰來降温。It's tough, like we're struggling. Yeah. Like, so we're having ice cream, loads of water, and hiding in the shed. Yeah. Just hiding completely. It is so hot. We're so not used to this in Ireland either. 若是英国这波欧洲的高温，也互法国巴黎亲像火炉同款，来自欧洲大陆的高气压变做亲像一个顶挂，甲小气嵌伫咧特定区域，无法度散去。巴黎超过33度，同款创法国5月高温的纪录。真侪巴黎市民甲游客敢来当避伫公园的树荫，针对气候变迁带来极端天气，民众也真烦恼。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s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C'est assez flippant pour la suite parce que là on se dit on n'est même pas à l'été, même pas au mois de juin donc. 法国国家气象局表示，5月气温打破历史的纪录，国内真侪地区拢已经超过30度，预计会继续1礼拜的时间。镜头来到印度，北方邦的气温超过摄氏45度，原底为着要迎接伊斯兰教再生节的精神，竟然也挡袂牢，开始发烧、脱水甲走白。主人赶紧将羊仔送去到病院，做大冬来保伊的性命。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天主教宗良14世，伊是发布上任了后头一份公开批，这个批呢是有43000字，主要的内容就是咧呼吁各国爱来强化管理人工智慧 AI。这科技业 Anthropic 共同创办人伊是表示讲，这 AI 呢确实是有通好来取代人工的，所以真需要这种外部的道德力量来甲伊约束。教宗良14世25日在梵蒂冈发表上任以来头一份通諭，重点放伫咧 AI 人工智慧造成的问题。教宗讲 ，AI 影响力无输当年的工业革命 ，AI 侵入产业，抑个生活，甚至用伫咧武器顶悬，发展出新形态的战争。教宗甚至将 AI 比拼做核武，主张爱解除 AI 的武装，嘛呼吁各国应该爱严格管理 AI 的开发。Aware that every great technical power can affect people's lives, and so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dequate moral discernment and public control. Nuclear disarmament remains a service to peac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In a similar s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w demands to be disarmed, freed from logics that turn it into an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exclusion, and death. 良14世伫2025年5月上任了后，就开始计划要写这封合作伟大人类的通諭。美国的科技大公司 Anthropic 的共同创办人奥拉就受邀来参加。伊感谢教宗看到 AI 技术造成的问题，嘛坦白讲，面对开发一个营业压力的科技业，确实需要有一寡道德的声音来限制。We need informed critics who will tell the labs when we are failing. We need moral voices that the incentives cannot bend. Today is just the beginning, the start of a lo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ose of us who are building this and those who can see what we, from the inside, cannot. 良14世伫15签这份通諭，离工业革命期间发表新书的良13世，拄好是人135档。新书起用看作是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的基础。良14世嘛强调，追求经济利润，无应该成做 AI 取代人力的借口。人类有责任引导 AI 走向有人文关怀的未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另外来看，这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伊是去访问印度4天，伊带这牵手呢，斗阵去参观这历史景点，展现亲切的形象。外界是认为讲，这有可能就是为着要来修补印度甲美国的关系，也毋过到底敢真正有效？专家认为讲，这是还阁需要观察的。卢比奥伫印度的第3天行程，行文化外交风格，带伊的某丁尼着参观泰姬玛哈陵、甲粉红城市在喷尼，规条路得到媒体甲网络社群的大量报道，特别点出因亲民的个性，有意思要化解两国的外交紧张。因为美国真正对印度加起个关税，最近川普搁访问北京，搁伫伊朗战争的和谈过程中，外靠印度的死对头巴基斯坦做共亲，拢增加印度对美国的疑虑。不过美国搁需要印度伫亚洲战略布局上牵制中国，卢比奥这座任务就是稳定甲印度的关系。Part of my visit here is also to reinforce how important this relationship is, how exciting it is, and how many opportunities we have to do things together. Review has made all the right moves. He said all the right things, but substantively, I think the jury is still out in terms of how the relationship will move forward. Let's see how this unfolds in terms of how the US now seeks to shape its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ecause there's been the outreach to China, there's been the warming relationship with Pakistan. 过去美国大陆要求印度减少买罗西亚的石油，不过伊朗战争引起全球能源危机。卢比奥这次拜会总理莫迪甲外长苏吉生，嘛希望对印度销更较侪能源产品，帮助印度能源的供应多样化。另外嘛强调贸易、国防甲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卢比奥认为两国的战略态度是一致的，而且对达成更较大的贸易协议表示乐观。卢比奥第4天日内行程会参加甲美国、澳洲、日本、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希望为四国领袖高峰会打落基础。重点会包括印太安全、海上航行自由、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甲人工智慧合作等等的议题。那中国政府是批评四方安全对话是针对中国，压制中国再起。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是来公布今年民主合作论坛的内容，这重点是放伫个民主论性、AI 假消息，也个维权扩张等等的议题。预计明仔载是会伫台北来举办，这场嘛是头一届刷来到亚洲举办的。咱外交部是希望讲，透过这论坛，会当强化台湾甲欧洲的中小型的民主国家的合作，通好来贡献全球。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became most essential. 这是前总统蔡英文伫2024年到7号出席公元2000论坛演说，拜自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公布2016年民主合作论坛的内容，嘛头一摆甲论坛为欧洲刷到亚洲，5月支持伫台北举办。会选择伫台北，是因为国际局势变化，甲区域安全升温，嘛希望深化咱台湾甲欧洲民主的合作。But overall, we can see a great, let's say, redesig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affecting, for example, Europe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gion. So, for all those reasons, it's I think very topical and very timely to do a conference on these issues here in Taipei. 安那外交部表示，面对国际局势变化，中小型民主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威权的挑战。安那台湾协助中小型民主国家之一，伫科技甲经济表现出色。不过同时嘛，因为伫台湾政治的热点、安全问题，唔但影响到台湾，嘛牵连到国际局势。这样的活动到台湾来，也更加的彰显，不只是台湾，也包括欧洲的中小型国家，也能够互相尤其是民主国家能够互相的团结，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是1996年捷克前总统夏威夷创立，是全球重要的民主对话平台。长期伫布拉格举办年度的论坛，主办单位讲，这摆论坛主要会讨论民主人性、AI 假信息、甲威权扩张等等的议题，希望深化民主的发展。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再来看，目前咱国内呢，是因为这无人机的预算，互人甲抬减去。民进党立委郑嘉宾等人是提案，希望讲会当来推动5500亿的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因讲要透过这个立专法的方式，来带动咱国内中小企业来加入国防的供应链。立专法打造富国新神山。陆战会当中，无人机变作是战场的关键武器。不过，最近立法院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当中，无人机预算去互抬减。民进党立委张嘉宾等人即马就提案，希望会当推动5年5500亿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讲希望透过立专法来带动国内中小企业加入国防供应链。我们立法委员不能为增加预算之决议，所以呢，我们这个条例当中的第4条，我们是保留有给行政院提出期程跟金额的空间，5年5500亿，应该是行政院在目前的财务调度上可负担的额度，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赶紧的来创建我们无人产业。我是赞成推一个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但不是特别条例，不要动不动特别预算嘛。我们砍掉了4700，一下148膨胀到5000，会不会很离谱啊？因那在野党立委就积极讲是咧甲特别预算滥善用，张嘉宾就强调，目的是要伫上短时间内整合相关的法规配套，也佮有政策的优态，konkr列特定预算来采买，指引供应链需要的动能。无人机在政府的推动之下呢，整个产值呢，从2024年的50亿呢，已经大幅成长到129亿，成长幅度达到2倍，甚至在今年1到4月整个出口值已经达到46亿的规模。台湾产业在半导体 AI 发展得很好，那在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部分，事实上可以带动台湾的所谓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像机械业，开辟另外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国防部郑贵书嘛表达真欢喜看到安尼，指出强化无人载具的产业，对提升国防自主、产生飞航供应链是真有帮助。煞尾会依照中央政策的方向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防论性来看，海巡署甲国防部等等的单位呢是跨部会来演训，无记伫年底竞选期间呢受到恐怖攻击，也来考验这个应变能力。也来中国昨是来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咱国军也公布这个监控中国军机甲军舰的相关画面，强调这个动态呢因拢有掌握，也适时来公布相关的消息。
2只突击艇做火力偷渡船。年底大选就要到啊，海巡署联合国防部等等的单位做跨部会演训，进行模拟激进分子伫咧竞选大会的集会期间发动恐怖攻击，事后按算要对台北港附近偷渡出境，演练反恐紧急的应变能力。另外，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嘛无停困，考验国军的防卫能力。空军 F-16战机监控解放军运油离站，海军昆明舰是监控中国的银川舰。解放军伫咧25下晡，佮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军一天就侦测到29座的解放军的军机，7只中国军舰，1只公务船。自路线来看，解放军好亲像想要甲台湾本岛的4颗链等，拢总甲包起来。223被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持续运用我们的勤监侦手段去掌握它的这个活动，兼顾到军事安全还有国人的这个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去公布相关的讯息。国防部强调会密切来监控解放军的动态，来做上适当的应对。另外，国军嘛拍拼咧做全民国防。5月30日，伫台北市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举办高中机队的决赛。4到21个活动的单位，也佫会展出中科院研发制造的近旁一型无人机，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坚侦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1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国军今年嘛继续举办暑期的战斗营，这届佫加入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也佫有实兵模拟接战等等。透过实训、实做、实况体验，互学生的全民国防意识会当定金社团。记者综合报道。这毒品有影是危害着社会。来看这彰化市呢，顶礼拜六一日是发生2件食毒赛车的这个车祸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也佫有3个人受伤。即马彰化的警方是来大执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查到13件的食毒赛车。除了是掠这个毒驾，这警方呢顶日嘛伫咧彰化的河尾去查到一个毒品的分装场，对源头去甲掠。检警为厝内超出一罐拢是制作送死分段的毒品原料。彰化警方顶日查到一个毒品分装场，竟然就藏伫咧出租套房内底，现场超出1级毒品海洛因、2级毒品安非他命加依托米酯。在彰化市三中街一处这个出租套房内起获这个苏酰，然后并在套房内然后起获相关的长时间弹成品20余颗，然后本案依这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彰化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发生3件重大食毒赛车的车祸事故，拢总造成4人死亡，8人轻重伤。彰化警方23开始全面大执法，目前已经查到13件食毒赛车案件。彰化地检署嘛含警方联手严格查办食毒制毒的违法行为。那在这2天的专案勤务实施当中到今天为止总共查获的13件的毒驾案件，我想我们一定会继续来实施。在起诉之后，还有法院审理的阶段呢，我想检察官这边也会看个案的具体状况，来向法院请求这个具体求刑，请求从重量刑。检警表示，目前毒品危害上严重的也是以2级毒品依托米酯为主，食依托米酯可能会伫10多分钟内意识到开始无清楚，发生掠事的行为。检警会继续加强处理食毒赛车，加追查毒品来源，建立毒品防治的安全网。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另外来看，伫咧屏东，这警方呢也来扩大处理食毒赛车。伫咧里港这分局是连续2天查到3件。另外伫咧内部这方面呢，嘛有民众是食这安非他命骑车，互人甲炸落来。警方是表示讲，会阁针对这重点的路段，也阁有高风险的时段来加强巡逻。我熄火，我熄火，熄火！你想熄火？落车！你落车！你落车！ 2名警察要求驾驶落车，一个背枪，一个摕番薯水封闭。25早起，屏东高手警方扩大临检，发现红色轿车顶悬3人，敢若有食毒，遂要求驾驶路边停车。路尾伫车顶抄到依托米酯毒品1.27公克和食毒的工具，3人初步检验拢有毒品反应。75年厝姓王的查甫人，佫有骨条条罪通缉，全部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支援我一下，来卖单啦。 二是暗时九如警方执行勤务时，发现姓杨的查甫人骑汽车无开大灯，甲走落来发现依托米酯分弹3粒和尖头11支。里港分局连续2天大处理，就抓到3件食毒赛车的案件。
警方呼吁依托女子现已列为2级毒品持有施用均会面临严重刑责，亦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易造成交通事故。另外，25暗时，内埔分局2名警察巡逻时，看到一台奥多麦冲红灯，警方要求驾驶检查，查甫人无愿意配合，所对身躯顶落一包白色的物件，警方甲抓起来做检验，发现有毒品反应。白色的物件就是安非他命，最后将这名查甫人依照毒品罪、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因为那个人在有想要逃，然后2个脚就把他拉住，也应该以为别人打被物件。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取发毒驾外，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内埔分局表示，自20时加强处理开始，目前已经抓到10件毒驾，会搁针对重点路段和高风险时段规划路检巡逻，防止毒驾事件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好，看到这毒驾致死案件呢，最近有影是真侪。即马警方呢已经伫咧全国来展开抓毒驾的专案行动。昨头一天就查到100个假毒赛车的嫌犯。国民党立委是表示讲会提案来修法，把这个毒驾致死的刑度提悬到上重，互判死刑。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伊是回应讲，目前已经请这法务部甲内政部等部会做伙来讨论甲研究。拄徛的来这个骑机车，随家己弄架写伫涂骹。你要去哪里？没有，你再乱动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哦。同款是假道驾驶，前一暗也有驾驶无爱受临检选去，伫虎林大学头前，互警察绕咧走，而且伊阁互查出有7条通缉。面对假道驾驶的乱象，警方展开全国查缉专案，敢若25头一天就抓到100个假道驾驶的嫌犯。毒驾致死，最重也只是有期徒刑。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送出修正提案。撞死人，最高判处死刑，要你负起应有的刑责。来看即马法规，假道驾驶害人死去，若毋是累犯，上重是判10年。不过即马国民党的立委表态要提案修法，要甲假道驾驶害死人的罪犯判较重咧。无论是毋是累犯，上重会当判死刑，也扩大处罚的范围。驾驶别人的车辆，刑责加重1/2，共且乘客也有刑责，自毁红处罚。在过去刑法的规范种类里头呢，可能有很多新时代的毒品，其实是没有办法涵括在内的。那未来修法绝对不要产生挂一漏万的现象。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面对假道驾驶的问题，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回应，已经请相关的部会研究，在刑法平衡性的原则之下，一定会提悬刑罚。法务部也在建议扩大没收车辆的规定，无论车辆的所有人是虾米人，拢爱没收，也要修正驾驶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部方一间号做华丽的钢铁厂呢，是互民众指控讲，这是农地违章起的工厂。伫咧3档半进前，就互市政府甲力量停工也毋过目前邀过咧营业。业者因是表示讲，目前因是咧找即个搬的所在。因为台中市府是讲，已经有甲业者罚177万并无放目无关。20多年来受我们隔壁铁工厂的噪音干扰，然后我这中间跟市政府的各单位陈情，然后他们完全就是用制式化的公文回复我。那到这个阶段，等于市政府都用罚款来替代执法，那对我们受害的民众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希望市府就是真的依法执政，就是不要选择性的办案，因为这个对我们受害人真的是非常的痛苦。这间华丽钢铁厂呢，2002年10月的时阵，已经互台中市府甲力量停工，也毋过目前是犹阁咧继续营运。居民是批评这市政府根本就是咧拍假球。那市政府呢，因是表示讲已经有甲业者罚177万，这噪音的问题也要求爱限期改善，一切拢是照规定来处理的。那业者呢，已经回应讲，已经有咧找土地要来搬，预计今年8月底就会完成。另外来看，这宜兰县消防局竟然逼出这哪像是采购的备案，检方呢是去敲这个消防局，甲5个人带走约谈，预计今仔日下晡就要来复审。目前这代理县长林茂成呢，伊是表示讲，犹阁无清楚这案件的内容，是犹阁需要清晰好了解的。
调查人员甲宜兰县消防局抢救科的科员带登去约谈，疑似和采购备案有关系。检调日落透早8点，大动作搜查消防局和涉案人员的徛家。检调人员甲相关的资料查登去，根据了解，目前检调带5个人约谈，预计下晡会复讯。向内的敲锤行动，互消防局的人心惊惊。也若日落透早，县府定期的举办干部会议，消防局长请假无出席，是副局长来代理。不过请假的理由是因为有其他会议。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还在了解当中，还不是清楚。消防局表示，目前还无清楚状况，目前搁在了解当中。也若检调调查的对象，除了相关的办理人员，是不是有更较悬的斩击，嘛互真侪人咧关心。我可能还要再了解一下，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资讯。代理县长林茂成嘛表示，相关的案情要搁等待进一步厘清。宜兰县最近备案是一直团，县府社会处约用人员月初，则因为涉嫌乌西起用收押。县乡乡长张义华嘛因为涉嫌乌钱起用羁押。即马县府消防局马上搜查，互地方议论纷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到底是咧创啥货咧？伫咧南投呢，是有一个有心的女性，伊坐客丁车去做产检，本地跳表是250块，结果这个运将呢刷出手，甲改做是300块，互人是无通去接受。后来这个司机是有补回讲，就是为着要配合这个乘客来测试这补助上改悬到底是会当改到偌济，所以才甲这个金额甲改好掉。落尾伊是无加收钱的，也毋过南投县府是表示讲，要是会发函来要求这客丁车队，就要落实内部的管理。这个有心人因翁把手机摕出来翕相，坐计程车去到病院产检，金额跳表显示250块，不过司机煞用手把车钱改做300块，要求乘客爱纳剩的50块。你还阁补50对啦？系啊，你还阁补50啦？嘿，税金50啦？啊，毋过你头头跳250来嘛，你还无？我嘛是孕妇，我嘛是哇，生囝了就侪钱。民众对这个运将要收的金额比实际跳表更较济，最后以好运卡来路卡揭晓，就落车。这对翁仔某就发文表示无法度接受，甲南投县府定情。也若这个运将就反驳表示，迄当阵出发进前，特别因为油价起去甲负责人讨论计数，毋过最后要是配合跳表，煞尾嘛无加收钱。我甲讲，金额250啦，250，但是川普轰炸一两之后就变300了，因为有起价嘛。双方面同意都没问题，双方面假不同意的话，那计程车司机他失去他的一个专业职责。为着甲有心人交通负担减轻，南投县府推行南投好运卡，只要线顶申请成功，每一个有心人拢会当摕到5000块的点数补助，这一抓上悬会当扣250块，都希望会当甲有心人外出产检的经济甲交通负担减轻。南投县府嘛表示，已经介入了解，会监督合作的车队，依照合约来进行处理。车队已经有表示说会再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说查明属实的话，这位司机可能会面临停权，或是在接受再教育。县府强调，未来开早会要求车队加强内部司机的教育甲服务品质，若是有查到乌白收钱，不排除会解除合约。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去年呢，这全台湾诈骗的损失是有893亿外。南投今年到4月，这诈骗的金额有3亿5千万。即马在地电信业者是结合着社区，甲这的阿公阿嬷诈骗的手路，希望呢透过这面对面的宣传，会当减少诈欺案的发生。诈骗案件有影是抓白字，嘛是引起民怨的第一名。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去年全台湾互人骗走的金额有890多亿。只南投县今年到4月份，总财损23亿5109万，平均一个月就有超过8000万互人骗去，多数拢是透过手机来练。才有一个范例，就是台湾电力公司的，那你讲啊，你有看到50块无啦？你看这个网址是真的啊假的？假的吼，咱拄条讲。电信业者讲，变现啊手法一直咧变，毋过安那骗，拢是透过手机来骗，所以可以总结几落项，常常看会到的诈欺手法，到社区宣传，防止诈骗。咱的长辈会当借由咱这个讲座会当来
增加一寡自信吼，啊，票面会当去用骗去的机会安尼。叫你点选啊，你就不要去点选。那最起码如果是政府机关那个，它的不是点 gov.tw。诈骗的手法百款，南投刑事警察大队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共有口罩资料的手机画面分享出去。若分享出去，诈骗的歹徒会当把你的钱转出去。麻烦你摕 QR code，这个时阵我嘛看会到。唔通把你的赖的荧幕分享，甲别人共用，户头的内底有偌济钱，你安怎操作，拢互人知影。第二个就是千万唔通把你的账号的 QR code， 也是把你的提款序号截图了传到别人。警方嘛提醒时代用手机啊，不管是身份人的电话，还是信息，拢爱细离。南投在地电视业者嘛结合社区，甲阿公阿嬷破解即马的诈欺手法，嘛宣传有疑问，就爱卡105反诈欺专线，交互警方来判断。报你趁钱的好康嘛唔通相信，较袂小通软家人。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来关心天气，这气象署是表示讲，即马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拜一到拜四呢，这天气拢是真烧热的，有可能会降到37度以上，尤其这东南部也有可能会来透小风，就要等到这个拜五这锋面通过，落雨的机会增加，安尼天气才会较凉快。俗言讲，麒麟拍草无担。这几天的日头赤炎炎，气象署表示，拜二北部地区、华东总国、甲中南部部分的所在，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也有可能会出现火烧风。气象署提醒民众要注意风拍、加啉茶，避免掉山。在北台湾地区容易来到38，中南部地区有35、36，甚至在东半部地区也都是有32到34度的高温。我们看到紫色的部分，就我们刚刚提到，在包含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境内陆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这些地方，都来到37度以上高温出现的情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度的情形了。天气热，真侪过路人也线杂日。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礼拜一到拜四拢会出大日头。那拜五开始，会有风面向南边移动，通过台湾，各地落尽雨的几率会提悬。拜六礼拜北部落雨的情形会转好，不过南部地区，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西北风。我们预估锋面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影响比较明显的时候是在北台湾，北台湾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甚至伴随一些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锋面南下的过程，虽然它的结构会相对减弱，不过锋面带附近依旧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包含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另外，气象署也表示，26早起8点，在台湾东南边的海面上有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增强做今年的第6号风台。虽然伊离台湾阁有一段路程，不过礼拜二到后礼拜一，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世界潮流街来看，这日本的美伊岛咖啡厅呢，即卖已经真做是外国游客来到当地的观光景点啊。有点嘛是讲，这呢其实较亲像是主题乐园，来到这的重点毋是食物件，但都是甲这的美伊岛来互动。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お嬢様。伫岛边做饮料，佮带人客画果水口号。这是秋叶原 At Home Coffee， 嘛是在地经营上久的女仆咖啡厅之一。为2004年开始营业到今，伫咧全日本有5间分店。当是这间店上资深的，从高中就开始做，即马已经是有2个囡仔的妈妈。伊表示，伊真介意这份头路，嘛真享受和人客互動。今からもう21年前になるんですけど、当時深夜番組でアットホームカフェがたまたまテレビに出ているのを見て、で、私もともと好奇心の旺盛な方だったので、その自分の知らない世界を見た時に、やってみたいって思えたんですね。なのでそれがきっかけで始めた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始まりです。同形容讲，女仆咖啡店其实更较像主题乐园，重点是女仆甲人客之间的互动。女仆并不是普通的服务生，是这个乐园内底一个果水开朗、永远17岁的角色。店内主要人客拄开始是动漫文化有兴趣的御体族，不过因为动漫和主流文化豆豆接受，嘛有更较侪人愿意来店里来体验。At Home Coffee 的统计来消费的有超过一半是女性，因这款主题咖啡厅的模式对欧美民众来讲，也阁真青春。
Right now, I'd say they've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e because we've had anime shows focusing on maids. We've got comic books like manga focusing on maids. We've got expanded a little bit even to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有专家就认为，女仆甲人客热情的互动，其实是咧制造一款像恋爱的感觉，互人客感觉受到重视。不过个，店家嘛强调，女仆和人客之间袂当讨论私人的代志，被变作是个人的恋爱关系。足侪女仆咖啡店嘛有这款预防的措施，避免一寡人客对服务生出现无礼貌行为。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要拿下晡的天气，扫了咱继续个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还阁有平雨。金门、马祖是好天到济云。明仔载只有马祖有南山短暂阵雨。今仔日大台北、花东中国甲中南部可能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